米里羅連續3場為葡萄牙 U15 出戰，未來可唔可以代表曼聯出戰呢？葡萄牙 U15 4-1日本 U15 米里羅第53分鐘替補登場，上演葡萄牙嘅國家隊首秀。葡萄牙 U15 1-1打和希臘 U15 米里羅，首發出任左邊鋒，第34分鐘連續擺脱壓開3個人之後，將球分俾隊友。第60分鐘米里羅被換落去，葡萄牙 U15 2-1贏得英格蘭 U15 米里羅。第63分鐘替補登場，第76分鐘米里羅喺大禁區外嘅橫切之後兜射造險，眾多俱樂部已經派出代表睇咗米里羅嘅比賽啦，包括曼聯、熱刺、拜仁慕尼黑、多蒙特、祖雲達斯、國際米蘭等10幾隊球隊，亦都派出咗球探到現場進行考察。曼聯阿摩連嘅團隊將米里羅嘅球探報告放咗入關於佢嘅檔案裏邊，因為米里羅喺曼聯青訓係做咗14個月嘅，所以曼聯對佢非常之了解。